太妈妈嘅供水，睇得到又亮又響嘅敲打聲。一群富人家喺公順上萬嘅石碇山夫，整日呢未啲順風搞到動聽。一特別就係松田，就係最有名嘅田公哦。當然呢，大家都會意識到一條河壩，除田呢石山夫之外，其實呢未會洗菜哦。太河是上面推來一個靈體。我跟你每年都要到你過來吃節，係咯，隔年都要來。隔年來個吃節。哦。我世上順年都要來個。佢唔單容易咧，汀州地區200多萬嘅客家人。同時呢，佢還是我們客家人遷到廣東嘅也重要嘅一條江一條河。那一整梅州嘅客家人89%嘅祖宗都是從汀州地區遷過去嘅，所以我們會把那個汀江嚟稱為客家嘅母親河。永南流嘅汀江，對宋朝到清朝。喺廣東到福建田主崇啱來往嘅經濟通脈，而到客家老祖講未聽到太媽媽嘅田江水向外曬，喺福建到廣東一直都為台灣同時嘅國體，唔但將同天然對田江有濃沉嘅感情，佢咩老啲講蔬菜開發客家子孫的心，輕輕咩跌到鄉下。这个船是对于我们当时小时候来讲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。因为我们坐船的话，就可以到更远的地方，特别是到集镇啊，到我们县城来赶集、来买东西，非常快乐，非常开心。新年有風格就是啲田江河順原上，東南上海太和通，田水南來見向東，西面長山三面水。一山一花色容中，來陳述田江嘅講。田江流過為松田縣，有田野、碰石、有點青嘅風子。而嚟紐西蘭作家就是講過，中國有2個最強嘅故鄉，一嚟係湖南嘅鳳凰，另外一嚟就係福建松田。香港人、台灣客家人來講，當到可能唔係直接來自於一個地方，但係呢，你祖上全部係從福建來到廣東，廣東呢當長山過台灣來到台灣嘅，好，所以講呢邊呢，也來講都係因為都係最早嚇，客家人形成嘅一個素材。小生啊嘅田飯炮從松田蛋糕效果燦爛，啲田江河順一次懂點情嘅客家母親節，一步就從幾行講研發為用嘅。真正嘅遊行隊伍表演嘅學生嘅都寬頂、縫嘅電腦、卡定企業，還有鬧熱嘅洋洋大師，去另外總共4隻客家自助團集中鄉下。呢度係會參加世界慶祝第15屆祭祀客家母親河大典，感到非常嘅榮幸，非常嘅高興，一係有啲特別嚟參加。後訪人，就係看到銀行員，哇！我哋心肝都卜卜跳。第15次公祭母親河大典開始。農村嘅祭典儀式。將菜從客家後退子孫嘅心獻到客家境，事實上也安排從嘅祭祀法通，喺4年前就構成嘅學習企業家姚美良發起嘅。因為從細受到阿爸愛國愛鄉嘅情懷影響，故受東山網傳統客家情結自主運動，金丹槍打造出松田係客家舒服嘅形象，未建設起嚟中國田主客家研究中心。變做蔡天義董俊傑的客家前輩。姚美良先生呢，在生前的時候呢，帶了馬來西亞客家文化尋根團到了我們這邊，發現了我們常聽的這個那麼豐富的這個客家歷史，所以決定了在我們這邊呢建設一個的客家研究中心。把海內外有關的客家資料匯集起來，使這裡呢成為一個展示客家歷史的一個窗口。
從聽一流年來，第推廣客家文化項東山網，主題當年結行，祭祀母親河發通，未按順第2012年之前希完成，將替大約3萬平方公尺嘅客家蘇府博物館，提供海內外客家鄉親，以嚟展現同交流客家文化嘅平台。從聽主題有多彩多姿嘅客家文化，客家保留等豐富嘅歷史遺跡同傳統嘅人文風采。義工投項談藝到靠無田嘅山，老師傅同老闆嘅肯定形象，而層層嘅蘇同樣，而從大眼行進嘅多頭拜。這50來年了。對，現在都快要70了。第幾代了？到你這家第幾代了？到我這邊第3代。這個大概要10天左右吧。10天。10天左右。我們都是手工的，沒什麼機子的。啲動搖老市民嘅面前老結項，探知兒童畫家用碰鏡昆定邊縫嘅相片。一筆一筆畫出象徵意用嚟嘅畫作，除咗一道就會模體嘅傳統紅印之外，啲一搭咩難做嘅發現，呢度嘅風味小食，還有充滿特色嘅建築，仲一下幾件動手困嚟到嘅小門標。它是一塊一塊門板上去的，那這一條街呢，過去都是這樣子的。就是一個傳統的上門板，比現在這種的現代的門板好得多。它每一塊都編號鑲得牢牢的。個個嘅古料通常上，現代兒童嘅角度，鬧嘢嘅市場。都老聽講現實呢動有特別封建嘅風景，建設同年未停定時間改變消失。唔講唯一冇變嘅係，本有親情嘅母親河，還係天天嘅充電客家嘅故事。